后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这个新北市淡水的警方执行着扩大临检，有一台小客车轰砸落来。这个驾驶神经也要配合，所来是打油门来绕跑。警方一路来约人，约3公里远，一直到小客车崩烂。车顶2个外籍移工落车，竟然是直接跳落淡水河，往8里的方向游去，找几暝拢找无人。即摆2个人是失踪，生死不明。好，下车，下车。将黑色的小客车砸落来，命令伊落车接受临检。驾驶乘机配合，后一秒竟然打油门逃走，远警嘛随就车来追捕。警察车伫淡水老街驶甲前紧，一路是一直捉，场面真惊险。好佳在是半暝啊，店家拢已经休困，才无受到影响。逃走的车辆伫公园胖骨，车顶2个人落车，脚底抹油就酸。远警也随落车追捕，想要到2个人煞直接跳入去淡水河。今仔日透早，警方伫淡水沙轮路临检，伫新民崩坑口将一台黑色的小客车砸落来。对方说记者临检来逃走，为沙轮路专中正路。警方加速超过3公里，最后小客车胖骨停伫淡水捷运站后壁公园。车顶2个外籍移工落车，竟然跳入去淡水河，驶往8里。一部自小客车行迹可疑，拦截盘查，驾驶拒检逃逸。民警立即启动拦截围捕。消防局派搜救艇透暝搜索，也是无发现2个人的形影。2个人想要修过淡水河并不简单，因为淡水河正宽，水流的方向会将人带往出海口，2个人可能会hướng冲向外海。即卖失踪，生死不明。目前警消除了调监视器，确认2个人敢有上花，卖派人继续搜索。车顶无发现违禁品，卖通知车主报案。疑工当着临检，竟然不顾危险跳淡水河。警方强调，一切拢有照规定来维保。2个人敢是逃走的疑工，嘛爱个对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